咱来看环境部推出好空气下原池，邀请各界来提出改善空气品质的办法。今仔早起有环保团体是讲哦，伊希望环保署停止家人协和电厂的任何计划。因讲，就算改造天然气的电厂，嘛是无法度来解决当地空气污染的问题。家己带来小小的许愿池，甲改善家人恐怖的各种愿望投入去，守护外木山行动小组甲团团，下早啊来到环境部，要来响应好空气许愿池的活动。嘉义市议员陈冠宇指出，过去烧重油的协和电厂长期污染地方，身为在地人，直接向环境部提出改善空污上简单的方案。如果今天环境部他真的要让我们许愿，现在有一个你最简单的方案，就是把4街不要盖了。环团不满，台电宣称改建协和电厂会当改善空污，但因为管制标准加严，烧重油的老旧机组本来特别如期来除役，更加批评改为天然气电厂，嘛是小想排放污染。停止燃气漂绿，它每年会排放粒状物、硫氧化物、氮氧化物等，总共加起来一共有1221.1公吨。在地团体中心反对协和改燃气，别让协和4街以减碳之名行增碳之实，以能源转型之名行回港灭世之时。民间团体来到环境部来下愿，环境部回应相关意见会收集起来，经过公民讨论，举行研讨会，进行通盘的考虑，再甲各部会来研商，评估是不是纳入后一期的空污防治计划书。未来一定对基隆会好非常多。那主要第一个就是因为天然气它没有硫氧化物，没有重金属嘛，所以有关 PM2.5的排放量会减少72%，少到72%，空气好非常多哈。未排放硫氧化物的讲法，互环团一语误导。台电去年底推出低影音，找来学者小停燃气电厂，指出污染比烧重油加真侪，而且发电量倍增，唔但对家人好，嘛对全台湾好。低影音嘛采访家人市里长、联谊会总会长出面表态，多数里长支持协和电厂改建，为说下来特别定场会协和电厂改建宽兵案，会对立之争，扭开布幕。公司新闻林仁梅、彭耀祖台北报道。